菩萨十界万法如如，应用无碍，不可以虚妄相见如来，要以洽性体空，见自性如来，岂是顽空？菜身不可执相，不可离相，执相是虚妄，离相是顽空，见相不住，观空不空，不执不离，实相妙中。菩萨哈哈，贤生你已悟佛法真谛了，一触即悟，不愧受上天众托。菜身菩萨褒扬，心实有愧，为广大苍生之际，尚须自勉自立。最后还请菩萨解释实的含义。菩萨实大抵可以9种来分别。前50是眼、色、耳、身、鼻、香、舌、味、声、触。第6是意识，也就是妄想心。第7时叫末那时，就是传达时。第8时就是潜在意识，叫藏识、阿赖耶识，也就是业识，是众生历劫熏习所染的种子。学到顿悟的下手功夫，就是要釜底抽薪彻底之法，而不是扬汤止沸、短暂之法，须达到第9时的所谓元神白净时，无意识境界，就是本来的自性佛性了。菜身哈哈，听菩萨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，众生若能悟本之根，将能受益良多的。